如果他改名叫乌龟头，打死他，像话吗？你这是伤感啊！你也配成无妄之灾了。对他来讲，你讲出来他一点不好，一点就好，你讲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姓吴就很惨，你还乌龟头，对不对？那就喝酒啦，因为那个是。一辈子给人家拿来笑柄。本公司如果说以前有过改名改做鲑鱼这样的，我们就一律不录用。哎，我们不要用这样的。对，你想法很奇怪，你自己当老板好，伤感啊，你也配成无妄之灾。对他来讲，那有时候生命中有很多宿命啊。你们跟佩岑相处过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眼睛看到呢？这么乖的一个女孩子，她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攻击。不是每一个人出事我都愿意出来讲话，儿子出事我们一样祖宗八代都出来。那看到你们骂的是有限的，回到家你看骂到阿公阿嬷啊，你唔好讲干妹啊啦，你干妹，看那骂我两个，因为祖宗八代都骂进去嘛，不可以的，我们是很严苛的，但是。这是上一代的一个角度，然后他只是你说佩岑，你讲出来他一点不好，一点就好了，你讲不出来嘛，态度不好，臭脸没有，不敬业没有，这是艺能界里面最棒的一个孩子，然后大家去攻击他，不要听酸民的话。然后你们也不要当做酸民的刀，对不对？相信你们的眼睛嘛。人家骂我的时候，你们要跳出来写。我知道的吴宗宪不是这样啊，看他骂我有意义吗？我是金刚不坏啊，为什么？我是孩子，我也想当吴宗宪的儿子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们要很自制自己啊。对啊，一点一滴，新闻过了那么多的传说，才能到达传奇嘛。过多的关心有时候就骚扰他小朋友的事情或干嘛，你心里面受伤很多。大家给他多一点，那个我很关心他，他很关心他。你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要跟佩岑？我要刚讲这个就最大的鼓励啦。那你应该知道，关你屁事啊！真的不关他的事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是一个好的女孩子嘛，那也不是说在街上做什么不 OK 的事情被记者拍到。非常郑重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。